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2月31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台湾已经出现头一个英国武汉肺炎的变种病毒，考虑着防疫。包括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佮高雄市，拢宣布讲暗会要改做线顶直播。新北市的欢乐耶诞城昨暗嘛提前结束。台北市长郭文地昨嘛伫面册发文讲，今仔早起10点会来宣布讲台北新年暗会敢要举办。桃园高铁站前广场，由我们一起。自桃园市到高雄市，本来要办的跨年演唱会，30暗拢宣布取消民众入场，改一个线上用直播方式，甲大家做伙倒算行向2021。12月31日，我们在台中水南中央公园，我们不见不散。本来讲不见不散，不过台中市长罗秀贤先是希望大家踮伫咧厝内跨年，30暗也宣布包括跨年晚会甲元旦升旗拢改做线上直播，第二莲花公园跨年也取消。那台中高雄市也伫咧暗时10点宣布，跨年活动甲宴会改做线上直播。各县市的决定，主要是因为国内伫253天了出现本土确诊个案，而且30也发现第一个英国变种病毒，所以自北港南包括基隆市、桃园市、台中市、嘉义市、台南市甲高雄市，拢先后宣布取消跨年晚会，改做线上直播。本来要办到明年1月初3的新北欢乐耶诞城，也提早伫咧30暗就结束。新年快乐！不过台北市政府的跨年晚会是毋是要停办，也是改做线上直播。台北市长郭文铁伫 FB 讲，31早起开会，市府会确认各方嘅消息，10点宣布结果。因若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按照流程规划进行。不过，即个政府官员甲受邀请的宾客到场管理，取消民众入场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透早是这波寒流上强的时阵，早起的温度上低，是出现伫新北市石门的富贵角，只有4.3度。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不止温度真低，花莲、台东佮北部、东北部山区卖落淡薄仔雨，其他的地区是侪份好天的天气。今仔大部分的所在温度拢只有6度到8度，新北市石门的富贵角只有4.3度，是上低温哦。今仔暗时温度嘛同款遮尔冷哦。明仔载元旦日时开始到初3，寒流会豆豆减弱，气温会豆豆回升。也毋过哦，早暗有辐射冷却作用哦，所以嘉义以北平地空旷的地区，温度嘛只有10度左右，你个暝温度会差真济。另外，伫南部空气品质是无介好，拢是感冒些提醒。再来看这波寒流哦，我们若温度真低哦，风嘛真透。今仔气象局嘛继续发布强风特报。另外，因为哦路面有结冰，为了要减少上下班交通的风险哦，桃园的复兴区包括光华国小、高一国小、巴林国小、甲三公国小，今仔是停止上班上课一天。新地的尖石乡的新港、石雷、玉峰、秀峦、四间国小哦，嘛有做调整，中昼就会先下课，停课半天。目前配合公务段，地点是洛少，执行预警性封路。因为强烈寒流来。台北线中横公路影响到路桥，也有第14甲线合欢山的路段，行讲可能的路势或者是路会结冰，所以自30尾暗5点开始有警示封路，也是惊讲山区温度上低的结冰，也有同群的风险。桃园的复兴区包括光华国小、高二国小、巴林国小、甲三公国小，今仔日停课一天。新竹的尖石乡、新港、石蕊、玉峰、秀峦四间国小是调整做中昼放学停课半天。这边寒流除了冷，风也袂输敢若风台顶级，昨真侪所在拢有强风的灾情。其中台东市区阵风有到7级，甲海滨公园跨年演唱会场地布棚拢吹甲倒去，树仔也倒几落丛，工作人员赶紧清理现场。拢无固定吗？昨有啊，3包拢有，拢有哦，我是个吹吹倒。系啊。台中市水南中央公园的跨年舞台，有一寡演家加舞台天棚互风吹倒。另外，五环西路3段受一丛落树仔倒来，去撼到一台经过轿车的挡风玻璃。不过好佳在人无要紧。今天风特别大，因为我在来的路上，风吹得大概快要跌倒。
伫台南市北区中山公园，有一丛3层楼高的南洋杉被风吹甲倒来。一位63岁辛苦的查甫人经过时阵被撞到，好佳在送医了无大碍。来啊！啊，小来伊讲着手啊。哦，伊惊咯。嘿嘿嘿。气象局今仔日继续发布流上强风特报，这边的东北风正强，高雄以北、东半部加恒春半岛沿海较空坏所在，还有外岛，会有9级到11级的强阵风，沿海加附近海域风险较大，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寒流来，渔民嘛赶紧想办法来预防。饲沙巴鱼、饲石斑的渔民是赶紧来搭棚仔来挡风；饲鸡仔的就帮鸡仔囝来点火烧风哦。种菜色、种果子的农民嘛有一寡撇步，咱做伙来了解。工作人员透早去饲鸡场看，若看到假树无啊，就要赶紧换假树，搁甲火点互倒。这2天有冷气团，温差真大，惊这个鸡仔会寒死。云林有饲鸡场，都用布棚甲饲鸡场的4颗围仔拢围起来要炸风，还搁开烘炉保温，或者鸡仔袂去寒着。大家也保温做了无好的话呢，造成着伊的感冒，也有可能在这个大寒了后发烧热的时阵呢，这个禽流感的状况可能会陆续发生。饲鸡业者表示，这2-3天鸡仔保暖的工课，都要日暝连续袂当休。平均一只鸡要加开3块假数的成本。另外，因为惊受到寒流的影响，中华有用温室咧种番麦的农民，是赶紧甲番麦喷防寒剂，就是要预防这个作物因为低温去受到影响。要让它叶片变透，原理就像我们人多穿一件外套一样，可以抵御寒流。然后油漆就是我想让它在表面上包覆成油脂，然后油脂的话也可以抵抗寒流。这波寒流唔但气温降低了真强，真侪所在嘛出现透风的情形。农民将农作物规个扫倒去，还阁用布棚搭起来，或者是用锁啊固定。西螺果菜市场表示，最近的气候适合菜色生长，整体的菜价有落淡薄啊。目前平均的菜价1公斤是26块，不过菜色的价销敢会受到这波寒流的影响，还阁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变寒，有慢性病甲心脏问题朋友哦，就爱特别细腻。伫中华园林有一个67岁阿伯，3载半暝，互发现讲倒伫眠床叫袂醒，送病院最后嘛是救无倒来。伫桃园嘉义嘛有即款的病例。另外，针对家友哦，台北市社会局嘛赶紧来安排临时的场所，互家友会使有所在通休困，度过这波遮尔冷的寒流。救护车赶去老阿伯因兜，这个老阿伯看起来已经无生命的现象，虽然也是有赶紧送病院急救，不过也是救无倒来。在椅子上发现他坐着的时候有一点僵硬的，然后就联络119，然后现场他家属做急救。家属甲救援人员讲，老阿伯本身有下肢，还有慢性的肺病等等的病史，不过也是救无倒来。除了彰化，伫咧桃园甲嘉义布袋等等的所在，嘛是有连续传出哪像是天气伤寒、失去生命现象的案例。寒流甲风面持续影响之下，各地气温嘛创下新低。为着阻挡类似的事件搁发生，台北市社会局启动酷寒应变，为30到1月7日拢总3天，暗时会开设避寒所。是朋友介绍的，让我们在这边睡觉，然后也会煮宵夜，就是煮晚餐。所以我们在社福中心这边也有设置热水器跟洗澡间，让他们可以来洗个热水澡。社工司指出，当温度降到12度以下，避寒所就会开放。每一暗差不多会有50个至60个家友来住眠。社会局前一天嘛去附近台北车头、艋舺车头、甲艋舺公园等等的所在通知，甲看到家友入来避寒所休困。气温降低了真凶，对有心脏疾病的患者风险是相对较悬，尤其是坐火人，佫较爱注意保暖。若是这种火筋，伊若佫拄着冷空气的时阵，伊佫缩起来救筋，伊就差不多拢塌剩5%，甚至拢0%。医师指出，低温较会引发心血管的疾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接触到冷空气，血管会收缩。坐火人的血管较硬，较爱注意。提醒老大人还有慢性病的患者，出门进前一定要先穿护袖，尤其是颔棍嘛要顾护袖，避免血管向收缩，发生生命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三倍券今仔是最后一天会使使用，目前阁有40万的民众并还未领哦。店家摕三倍券向银行申请的金额嘛已经超过608亿。另外，所谓预放券使用率嘛超过90%，客增总的券使用率嘛超过8%。再来看中国时报。
立法院将三读通过民法第130条之一修正草案，未来翁仔某离婚，就是准讲阁有婚姻的关系哦。将对财产分配的争议，法院会使来看双方对家庭的贡献度、经济能力，阁有请用子女等等的因素来调整财产的分配。再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暂时通过修法，未来房屋申购的案件门牌佮地号拢爱公开。若是转卖换厝的红单予第三个人，上济会使罚100万。再来看，疫情指挥中心暂时表示，即前对英国回来去挖着武汉肺炎10多岁的少年家，经过检验确定是去挖着英国的变种病毒。嘛，因为变种病毒即卖已经进来台湾，元旦开始，台湾就要禁止外国人士入境，嘛袂使伫台湾转机。第礼拜对英国坐飞机登来台湾的10几岁少年，落飞机了后，体温39度，送去采检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完成病毒基因序列的比对，证实伊感染英国变种的新冠病毒，是台湾第一件英国变种病毒案例，即卖还佫伫咧隔离治疗。是英国变种的病毒，所以这个第一个案例也到了台湾。那现在有一些相关轻微的症状那并不严重。那其他的并没有特别的有相关的，他的同飞机回来的并没有特殊的一些情况。指挥中心讲，国外研究显示，英国变种病毒传播力较悬，所以决定明年元旦开始严管边境，暂停外籍人士来台。除非外籍人士是摕居留证，或者是因为外交公务，抑个个人的配偶加未成年子女也当入境。另外，港澳陆级别人士也有居留证才当入境。因那国际商务泡泡拢暂停，明年1月开始暂停所有来台专机。本国籍民众登来，按去集中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本国籍的，我们到1月15号起，我们希望大部分都能够进入防疫旅馆跟集中检疫。那如果在居家检疫的话，我们要求一户只能有1人。指挥中心讲，目前防疫旅馆量能正安，已经跨部会协调，看讲安怎增加。伫过来拜三，如果新增加2名境外移入的个案，拢是来自菲律宾20几岁移工，伫检疫期间采检确诊，2个人拢无症状。过来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也到797例。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目前各个国家全球确定的病例嘛已经超过82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18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增加2个病例，目前是797例；中国的病例有87000例，香港有8000多例，日本超过23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还有巴西。美国嘛已经超过2000万例。印度嘛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756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192万例，法国嘛超过265万例，英国嘛已经超过244万例。再来看中国最近有做一项研究，找34000个武汉地区的民众来验体内的抗体。有4.5%的民众有抗体的反应，这嘛表示讲，伫武汉市上无有50万人胃着病，这个数字是中国政府公布的10倍。我国人群总体处于低感染水平，表明以武汉为主战场的疫情控制取得成功。虽然官方讲疫情控制成功，不过这项34000份来自武汉地区的中央卫生研究，发现差不多4.5%的人身躯顶有新冠病毒的抗体。算出的全武汉有1100多万人，那你至少要有50万人感染，这是比官方所公布的确诊5万人悬出10倍较低。同款数字有问题，也有俄罗斯。При этом я хочу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более 81% прироста общей смерт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падает на этот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приходится на ковид. 俄国的副总理开记者会公布，今年1月到11月，全国死亡人数比去年增加将近23万，其中有186000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这甲官方公布的54000个死亡比例差3倍。若是甲这寡拢列入计算，俄罗斯疫情严重的程度会上升到全世界前3名。大人囡仔做伙耍势，
耶诞假期，德国山区落雪，伫咧西部山区的一个风景区来看雪，人甲车是缺甲满满。虽然政府无禁止旅行，不过遮尔侪人开做伙，会增加感染风险。警方临检停伫路边的车，南非疫情严重，全国封锁的级别是上升到较严重的第3级。民众若是伫咧公共场所无挂水烟，会被罚款，或者是处6个月以下监禁。那餐厅、酒吧、商店伫8点才休困，袂使卖酒精饮料，暗时9点了后就宵禁。澳洲的疫情也严重，排队要做检测的人是别家百外公尺长。新南威尔斯省搁再传出18例本土感染，官方目前已经整合到15例，也有3例感染源不明。因应疫情跨年活动也限缩，原本的新年烟火秀会改伫咧线上直播。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来看昨夜门的雅典机场发生爆炸，已经造成20外人死亡，有几10人受伤，死伤的人数搁会增加哦。伫这场爆炸发生之前，才打伫7个月18成立的新政府，总理搁内阁成员10外人才打落飞行机哦。这政府官员是无人受伤，总理嘛谴责讲这是真恶质的恐怖攻击。总理阿布杜勒马利克甲国员要落飞机的时阵，突然间发生爆炸，现场几600人赶紧走。爆炸威力正强，航下被炸害，造成死伤。国际红会讲有1位工作人员当场死亡，政府官员拢无代志。总理阿布杜勒马利克、沙特阿拉伯驻也门的大使贾比尔等人被护送到亚丁市总统的官舍。يضع الحكومة في قلب مسؤولياتها وهي مهمة إنهاء الانقلاب وسعادة الدولة ونشر الاستقرار والتعافي في ربوع بلادنا. 即马也唔知影代志是谁人做的。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有报道讲，青年运动是幕后主谋，不过青年运动并无出面成立犯案。也门的资讯部长厄亚尼伫推特大文讲，这件由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民兵所发动的恐怖攻击，未阻止新政府执行爱国任务。也门政府这个月18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支持的分裂派系南方协议理事长同意共享权力，决定做内阁，并且伫沙特阿拉伯宣誓就职，第30回国。也门因为内战，国土由伊朗支持的世界派青年运动占据首都杜沙那。新政府竟伫咧南部城市亚丁做临时首都，无想到讲新政府国员拄则落飞机就发生爆炸攻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再来看克罗埃西亚这个国家的中部，伫拜二发生规模6.4的地震，目前已经造成7个人死亡，20人受伤，目前嘛搁在救人。离晋阳敢若12公里的西沙克市，市长青年克记者会开到一半，拄好撞到个地动，伊是惊甲赶紧走险。附近的斯洛维尼亚国会议程赶快因为地动冻点，连伫真远的奥地利维也纳嘛感受到真明显的地动。克罗埃西亚首都萨格勒布南边50公里的一个庄仔头，彼得里尼亚，当地时间拜二12点外发生规模6.4真切的地动，深度敢若有10公里，真侪厝向转倒去。不少民众讲到这个过程，也是感觉真惊。Ma, užasno, užasno. S malom bebom bila sam dolje u stanu. Prvo počelo je malo drmati i onda na kraju, kako se zove, reko smirit će se. Kad na kraju pao je regal na nas, sva sreća da sam dijete imala na sebi, pao na nas, užasno mi je bilo. Doslovno zgrada sve je uništeno, znači pukli zidovi, pao bojler, nema šta nije. Znači, apsolutno se ne može živjeti. 当局紧急派军队协助救灾，清理规个车路烟片，甲庄仔角的残骸，嘛赶紧敲碎受困的民众，甲灾民送去临时的避难所安置。这个镇长是真痛心讲，这个地动，甲一半的城镇毁掉，呼吁外界甲因斗相共。Borimo se da sad na neki način se tako organiziramo s jednom novom snagom koju moramo izvlačiti iz sebe u ovoj tuzi, ovo je muka. 这个地动发生的前一天，当地才发生规模5.2的地动，为了慎重起见。当局随甲唯一一个核电厂关起来，后面嘛对这个天灾表示关心，所落来随派人去当地协助。目前已经知影这个地动至少造成7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死亡的人数可能会阁加悬。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12个香港的少年人，伫今年的8月23想要偷渡来台湾，互中国抓起来。亲准法院昨宣判，有2个主嫌分别是互判3年甲2年，其他的8人互判7个月。有2个未成年的被告，因为家己认罪，所以无起诉。伫警方保护下，2台轿车依照顺序进入香港天水围警署，分别载廖主文甲黄林福，因拢乌布砍头，搁扣手铐。因2人是12港人案当中2个未成年被告，因为自愿认罪，得到中国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无起诉。30由深圳警方移交港警，因2人分别面对串谋放火、企圖放火，也甲攻擊性武器罪逃走了後，即馬唔但愛面對原來刑責，亦閣增加其他嘅罪名。佢哋喺內地都承認咗佢哋嘅控罪，所以咧佢哋嘅司法程序喺內地已經係告一段落，可以翻嚟香港繼續面對佢嘅嚴重嘅罪行。12個香港青年因為參加反送中運動，去互港警拘捕。今年8月23為香港偷渡來台，卻是予中國海警拿查，佮互人秘密扣押超過4個月。深圳鹽田法院30宣判，講鄧啟賢、焦應如根據別人的安排，7月組織真濟人為香港偷渡到台灣。鄧啟賢想要告別尊者，再閣聯絡10個涉案人想要偷渡到台灣。法院認為鄧啟賢甲焦應如組織他人偷越邊境，構成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分別判刑3年甲2年，黃林福甲廖主文得到無起訴，其他8人被判刑7個月。深圳鹽田法院表示，10個人全部認罪認罰。香港前學生動員召集人張漢林被指控去年5月14佇立法會示威區侮辱國旗，也甲參與非法集合。辯方表示，張漢林做人善良，犯案了後有後悔意思，無預先計劃，也無毀損國旗，希望法院判處短期加禁。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判伊加禁4個月。記者綜合報道。今仔國際上，閣有啥物大代誌？咱做伙點台灣來看世界。首先是英國武漢肺炎疫情真嚴重，英國首相強生是表示，英國現在有6成的病例攏是變種病毒，而且病毒消的速度是非常的緊。再來看阿根廷將表決通過打胎的法案哦，未來有新14個禮拜以內的女性會使合法摕掉囡仔，這嘛是南美洲正少數打胎合法化的國家之一。再來看美國總統大選選舉人投票的結果，佇10月7日會由國會認證。馬正世界發表小挺香港言論的參議員霍利，佇拜3就先表態講，伊對拜登選贏是有疑慮。再來看咱總統嘛是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昨是發表年尾談話，伊講到今年台灣防疫表現是真好，經濟表現嘛真出色。也毋過面對疫情，咱閣需要長期抗戰。中國國台辦昨晚發表談話，講出兩岸經濟要來成台灣人，甚至閣講國家統一是未來的趨勢。還好有你們。回顧2020年，今年民進黨主席嘅總統蔡英文親自為影片錄音，講防疫成果是台灣人民共同嘅成就。同時啊，佇2020年最後一遍民進黨嘅中常會發表年終談話。講疫情也未結束，袂當放鬆，經濟表現也真好。台灣不僅守住了疫情，我們經濟也逆勢成長，外資、內資、台商不斷地加碼投資台灣，綠能產業的發展更吸引了 Google、微軟落腳台灣，讓新產業帶動新的就業機會。自經濟講到對外關係，包括台美關係繼續深化，各項戰略提升。這攏是因為台灣人民共同努力嘅成果。中國國台辦也盤點2020年兩岸關係進展，講今年是中國對台工作正無平凡嘅一年，推動對台各項工作有積極嘅成效，尤其是兩岸經貿往來。儘管受到疫情的影響和島內人為的阻撓限制，兩岸經貿往來持續增長，大陸台企生產經營總體保持穩定。今年1到11月，兩岸貿易額達到2356.9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3.8%。朱鳳蓮講，兩岸交流合作嘅形勢是無法度阻擋嘅，展望2021會努力排除干擾，對中國固定制定國家統一法，亦強調國家統一是趨勢，也和2021嘅兩岸緊張情勢無法度降溫。記者綜合報道。
今仔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哦。虽然台北市阁还未决定讲新年暗会敢会照常举办，也毋过警方已经开始加强维安，嘛提醒参加的民众袂使使用空中摄影机，嘛袂使带气球。昨有网友伫 PTT 顶头铺文恐吓讲要用炸弹来攻击一寡重要的所在，警方嘛伫新北市佮宜兰找到2名的嫌犯哦，要求因到案说明。下年暝前一天，工作人员赶咧搭表演的舞台做大型扛棒，准备支付101下年的活动。为了依护民众的安全，警方动员要1000个警察，还佫组反恐打击部队，加强会场的检查，包括毒品、枪、刀啊、会爆炸的物件等等，拢看做是违禁品，袂当炸入场。在这个晚会期间呢，也管制任何形式的气球进入会场，包括这个泼球、发光气球等，不要携带类似的物品进入会场。无申请批准的空袭机，嘛禁止伫现场飞。若是硬要飞入去偷袭，就会去互警察举这支空袭机拿早起拍落来。另外，嘛有政府肯伫4khu位啊咧巡视，若是有发现会爆炸的物件，会伫第一时间通报。因应防疫，场地有规定3个管制区的出入口，民众都要配合磅体温、甲实联制登记了后才会当入场。不过下年的活动就要到啊，伫 PTT 甲巴哈姆特的论坛顶悬，所有人雄雄化讲要发动恐怖攻击。在今天上午接获相关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循线侦办。目前经过网络征收，锁定特定的对象再过滤分析，这个抛这东西会造成危害刑法的恐吓公安罪。原来是有人铺文讲，要组一个30多人的自杀突击队，伫下年暝迄天分北中南，包括台北101、台中高铁等等的景点放炸弹，抑佫讲若去互警方发现，就要动归移阵，引起大家惊吓。针对这点，刑事局已经展开调查。伫宜兰甲新北市有通知2个铺文口座的使用者到案说明，要查清楚因敢是实际铺文的人。这个放炸弹的消息，若真正是因铺文的，都要面对法律的责任是无得涉。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苗的开发进度是如何呢？国内高端疫苗公司昨是公告讲哦，已经取得食署核准第2期临床试验，所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讲，伫国外注文的2000万剂疫苗，上计明年的3月就会送来到台湾。英国出现新冠肺炎变种病毒，引起各国陆续实施更较严的这个防疫措施。外界阁烦恼现在这个疫苗可能无法度对变种病毒发挥效用。英国台大教授陈秀熙指出，变种病毒虽然会影响到部分的抗体反应，但是无啥可能造成疫苗无效。疫苗目前在 D614的这样的一个变种的 G614，事实上是有保护的效果的，也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病毒的变异，对于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疫苗是影响不大。医师李炳英认为讲，变种病毒虽然有一寡部分发生突变，但是对于病毒本质来讲，并无真大的改变。伊对于变种病毒传播率达到70%这个讲法有疑问。李炳英认为讲，主要是因为进入秋冬季节，英国疫情变较严重，讲这是变种病毒造成的，科学的证据无够。通常我们RNA病毒的突变，它还是维持它原来的一个流行形态。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证据显示英国变种病毒的确已经引起跟以前不一样的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各位疫苗拢总将近2000万剂，包含 COVAX 476万剂，牛津的 AZ 疫苗1000万剂，还佫有另外一间也佫咧协谈，预定上紧可能供货时间是明年3月。若是国内疫苗进度，高端疫苗公告已经有得到食药署核准疫苗第2期人体临床试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的北横公路最后一段交换变到3弯哦，昨经过22年，昨总算通车了。通车了后哦，互苗栗北边行东西向嘛变甲较方便，嘛会使来解决3弯南庄伫礼拜时塞车的问题。等22年，苗栗3弯南庄甲大澳的居民总算等到苗栗北面通车。苗栗县北横公路总换体制将会在工程竣工通车。整个主架构的部分到今天为止会主干道是目前全线的是贯通的。
全长10.6公里，苗栗北园公路为头份的永靖路开始，穿过国道1号，终点到三湾乡的东景村，分做4段时间。30完工通车的是斗环坪到三湾段，总长3公里，让游客进出三山国家公园风景区更加方便。当地认为讲，除了带动地方的观光，也让少年人回乡有头路。更加重要的就是解决苗栗124县道头份市区，若是假日一定塞车这个问题。因为三湾只有一条这个快速道外环道啦，做过以后市区就比较不会塞车了。对地方上的土地也有增值啦。另外，苗栗北园终点的三湾乡东景村，也因为北园通车，行车时间缩短10分钟。然后我们直接往苗栗往兆祥就走新的北文化就比较快，那最少省了10分钟有，可以带一些客人进来哈。大家经济效益啊。苗栗县一直欠缺东西向联络道的连接系统，为民国87年开始规划兴建北园公路，解决北苗栗东西向交通不方便的问题。经过4位县长、6位交通部长，至最后一里路开17.9亿，通车了后，也让苗栗县的路网更加完整。地方基台会当带来更加侪风景休闲区的旅客，也让农产品会当更加快速运送，缩短城乡差距。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新村东门社附近是当地真热闹的所在，嘛真歹停车。屏东县政府就打算要伫遮来规划一个新的停车场，要来配合新村东门古城墙，搁有在地民谣、乐琴等等的特色，要来打造新村新的地标。新村市区有热闹的街仔，四边阁有城门古迹，也是咱人7个时啊采购边的地点。便啊假日拢会去引侪游客到岛，遮又阁是地方的行政中心，大批车阵定定互交通拍隔。因此，县政府规划配合古迹、观光特色，新设停车场，改善新村交通。这个造型部分经过都市审查之后，它结合我们的旁边的古城，好，然后去做一个呼应。那未来的话，立体造型会增加一个乐琴的一些装饰，因为恒春就有一个乐琴的一些意象。咱希望这停车场早日来落成吼，来解决掉恒春这停车问题。新村市区唔但有旅客爱去的历史古迹，搁当咧去社福馆、老师宿舍以及艺文中心。县政府规划新起这座停车场，希望消透未来大批的观光人潮，改善交通，带动地方发展。未来在吴阿路旁边会有一些像社博物馆啊，还有一些教资集中宿舍，还有一些重要工程轮展艺中心在新建。那这部分盖好之后，这个停车场未来会疏解整个里面的停车的需求。屏东县府规划在新村新起停车场，设计配合城门加入乐琴意象，让停车场唔但方便，也会当是新村的新地标。记者综合报道。遮侪地方哦，对老大人的照顾是拢做了真尽心，也毋过政府的资源嘛是有限。伫婚林古溪有一个村民，就家己发起一个社区关怀站，有遮侪乡亲嘛拢真支持，出钱出力。毋但煮食互老大人食中昼顿哦，嘛举办课程，互社区的士大人来上课。热热滚滚的食堂内底，有串真侪烧乎乎的饭菜，互遮的士大伫寒天内底食甲真满足。食了拢真好，心情真好。嘿，哎哟，比家己煮得较好咯。我影残障啦，我爱赶灯互伊食。这是婚林古坑的蓝马社区关怀站，是由村民张翠芳发起设置的，佮再加上在地乡亲出钱出力斗3工，真做会当煮饭菜，互老大人来遮做伙食饭的食堂。本来是想说关怀据点照顾长辈就好，第一天就28个长辈说我要来食饭，哦，这是我足大的创压力的。带动着咱整个老人的活动啦吼，食堂的问题啦吼，含村长拢真支持着这老人食堂。张翠芳希望这个靠社区家己的力量成立的关怀站，未来会当申请做有政府帮衬的关怀据点，来落实在地暖化的理想。不是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再重新认识他的一群朋友，在这边就不老村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在这社区里面变成他们就在那边快快的生活。张翠芳讲，伊会继续争取资源，互咱社区的关怀站会当继续提供趣味的课程、甲饮食，陪伴遮的时代健康快乐过每一日。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邦寮的气候甲土质是真适合种林木哦。屏东的林木品质嘛是介出名，也毋过因为今年即阵的天气较热热，虽然林木开始出来，也毋过量无济，嘛较细粒，也毋过哦，甜度佮水分是无受到影响。农民当咧包装拄采收的莲雾，色地是红拍拍，看起来真好食款。台湾的气候环境好，出产侪甜佮水的水果，莲雾就是其中一项。伫屏东若变到邦寮这搭是莲雾的大产地，即阵邦寮莲雾开始收成，所以农民拢无用咧分级，准备出货。农民已经先分级包装过一次，然后我们的同事再进行包装一次，然后送到我们的集货场之后，同事还要再分级包装一次，然后盖搞缸。可是我们都是精选的莲雾。不过因为今年较热，头批早生的莲雾较细粒子，不过甜度也是真悬，嘛真把水。这早的莲雾较歹过，因为气候较热，对。若较慢的就较过，伊的粒头会较大。阮的莲雾虽然是南面我种的较细粒，不过真正是介侪有甜，佮水果侪。屏东有全台湾上适合种莲雾的气候。加上外海兼远岸的土质，互屏东的莲雾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邦寮农会望拼出邦寮莲雾的品牌，然后消费者看到莲雾就想到邦寮，嘛要想搁较侪农民投入这个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咱人活伫世间哦，最后拢爱面对死亡。屏东大林科技大学就有一种生命关怀的课程，互学生家己来学办家己的丧事，嘛体验倒伫棺材的滋味，望互遮的学生啊，对生命、对死亡会使有愈较深的体会。倒伫即个小小的空间，过去的种种亲像走马灯浮现在眼前，甲我兴趣体验倒棺材的学生不觉自类地形情。屏东的大林科技大学有设生命关怀事业的学堂，因邀请内部农工的老师和学生来上和生命有关系的课程，打造对书的礼堂，佮有举办丧礼，也引导学生写好手尾字，互因轮番倒入去棺材内底，感受生命收煞的时刻。我还有梦想要完成，像还有还没跟我的家人说我爱他们，好好体验人生吧，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因为人生真的很短。很少有这个机会可以真正去体验躺棺材吧，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康西歌内底要唱生死的情理，讲自生无者无公平，但先自死才自生。咱人活伫世间，拢爱面对生和死。那针对最近有一寡少年人想袂开去行底路，一条青春的生命就安尼乌有去。这寡代志，老师是讲，这个课程就是来帮助少年辈用健康的心态来思考生命的意义。今天来不是体验死，而是让他们懂得如何继续活下去。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够透过这次的活动，更爱惜自己，还有更珍惜自己周遭最重要的他人。透过这寡体验活动，望遮的少年人对死有更加深的理解，也因安尼对家己更加珍惜，看重身躯边的人。随望古早人讲，人伫世间是暂时来佚佗，富贵由命不由人。毋过人的尾流看唔见，圆人会变，变会圆，生命的可能性嘛掌握伫咱家己的手头。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敢会记得一个艺名叫做低头皮歌手朱玉信？伊最近是佮推出新的专辑，伊伫本土音乐这条路已经行30年。伊写的歌有意向真考试这个社会风格。伊讲伊的信仰嘛是支持创作真大的力量。今仔暗时的台湾新眼界这个节目，特别带来大观众朋友来看这位歌手30年的音乐路。这是高雄，当地台顶演唱的是已经真久有捌出现伫舞台顶头的歌手朱玉信。可能你捌听过伊另外一个名叫做低头皮。1 2 3 4。这暗的表演，朱玉信甲这是甲团队乐手，佮有台下的观众互动是真欢乐。也毋过无讲，你可能毋知影，台顶的乐手手中拢无正式乐谱，因拢是现场家己发挥的。
伊有做者鬼点子安尼，譬如讲，伊会讲，这个曲子要安尼算，啊有当时想卖安尼，咱改一个，就是伊做自由的，伊随性啊，对，他很随性安尼。大学时代买唱片、听音乐，后来写歌写词，主要是慢慢参加校园音乐活动，走向音乐这条路。3年后，伊有另外一个名叫做《低头皮》，把出版台拢捌听过的专辑《低头皮》笑开念歌，我是神经病。伫音乐表现顶头变鬼变怪，这是主要性互一般外界的印象。其实佫有另外一个身份，伊是基督教会长老。我的日常生活足侪时间伫教会啦，我是算第4代啦。对于阮爸、阮阿公，迄个阿祖的时代，一直到我即马吼，所以阮规个家族拢是教会人吼，拢是长老教会。伫主要性的作品内底，一向拢有真侪对社会关怀。伊嘛捌因为一寡无公平的代志，行上街头示威抗议，包括反送中、反香港国安法、高雄罢韩的中学。主要是嘛，赶快用于台湾摇滚的精神，甲对台湾本土的关怀，出现伫遐个中学顶头。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欠水阁真严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是宣布讲，新竹、苗栗甲台中明年早当停止引产。对于正月初6开始水情的灯号嘛改做柑仔色，游泳池、洗车场、三温暖拢会受到影响。自6月以来，对新竹到台中降雨量无到800毫米，是52冬以来上低。玻璃水库水量剩2到3成。中央宣布后个月开始，水情灯号调整变柑仔色，需要大量用水游泳池业者受到冲击。每个池都必须每天要换水、要清洁、要过滤，所以我们先停下休闲型的池，然后也告知消费者说很抱歉，因为这是配合中央的政策，所以休闲型的我们可以暂时先停止。除了游泳池受影响，洗车业者嘛真歹过，虽然无奈，不过针对中央的限水政策，也表示会尽全力配合。如果是限水的话，当然是会影响。那如果影响也没有办法。这个大环境这样，我们就有多少就做多少。主要是我们有洗车机的压力，最主要是挤那个压力把它打出来啊。水柱比较强嘛，所以说你说量很大，我是还不至于会用到很大的量。第2阶段限水，除了民众敢收侵，新竹科学园区更加紧张。目前已经传出厂商开始建议营运对策，准备出动水车买水，避免因为欠水影响山林。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每年的12月中是台湾红豆仔收成的季节，高雄、屏东是主要的产地。今年头一批要卖价小1斤差不多32块左右，也毋过农民是真怨叹讲收袂到成本这嘛有可能是因为之前天气较热热，红豆的品质较歹，而且库存佮真济有关系。大寮种红豆仔的农民即马拢咧无用采收，毋过若讲到红豆仔的价格，真侪农民拢笑袂出来。今年现出是差不多35啊，我这是看农会试做的啦，阮的价格是定啊啦。大寮农会红豆产销班的成员，因为拢是用自然农法，搁有农会客族用1斤48块的价格收购。若无红豆仔开盘价格拢无好，去年1斤阁有38块，今年伫个屏东万丹出现1斤32块，根本无够成本。今年农民等于若种红豆仔算艰苦啊啦，真正艰苦啊！若以前即个价格无达到40块就拢袂趁钱啊。今年侪人种啦，气温悬啦。毋若天气热影响红豆的品质甲产量，来到大寮农会仓库，去年红豆仔库存至少阁有128吨，今年拄则收的货嘛有一大堆。国产红豆消费愈来愈少，拢是今年红豆落价的原因。农委会农粮署应该要有一个责任来关心一下啦，这合理的价格应该是爱出来干预的时阵，盘商袂使互趁遮济啦。
靠面的市场伊正在卖，包括安怎样伊整理好的，嘛是40-50起跳啊。农粮署当咧研议补贴，嘛鼓励摊商用较好的介绍，帮助农民渡难关。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台北市的大稻埕有一间真有历史的米厂哦，店头是真传统的建筑，内面阁有2层楼高的米架，嘛已经传承到第4代。最近嘛通过台北市文资省立登录做历史建筑。伫咧采访的时阵，拄好有家长带幼稚园的囡仔来参观。找出来的下面这个就是米糠，就是这个。这是米的外皮啊，米的外皮。出来就是白白的，主要是想要让他们就是知道米的过程。对，要让他们知道所以他们怎么样，这个米不要浪费掉。伫咧米场内边，还可当听到嗌米的声音。即台要到2层楼高的机器，甲糙米嗌做白米，已经烹超过半世纪啊，也见证大稻埕对清朝后期到即卖起起落落。以前那个白米不能进到台北，所以有3-40间啦。到后来就是因为高速公路通的时候，政府规定说好，白米可以进来了。有的房子改建有的是那个第3代、第4代不想接了，就收了。即卖头家正底下2个人是第4代。米店内面的房仔古早的收钱台是种传统闽南式建筑。徛家店面合作会正罕见，拢是历史分量。最近市府文化资产科也同意登录这历史建筑。过去通常都是别的产业，像是糖业，那这个它是一个私人的，然后而且也是现在还在营运的一个碾米厂，所以在台北市来说是非常的少见跟难得。米厂因为少年时代无愿意接，伫即马摕到文资的身份了。工作希望会当修复转型，互老米厂继续保存。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一张超过100岁的青仔，最近有台语儿童文学出版社甲附近的国小学生带来看这张青仔，那么做伙来听伊的故事。名叫做朱罗交亲王。所以，伊就是咱的嘉义最大张的青仔。甲囡仔小解老青仔的背景，佮分享青仔讲的故事，用于儿童台语文学总编辑，配合附近学区的国小学生来社区打杂，互因学台语，佮会当了解地方的历史。有人甲一粒石头摕走，然后朱罗青仔讲的。托邦甲伊讲袂当安尼做，伊是400岁早伊讲笑，然后我感觉伊足大个，害我足惊讶。过去这张青仔捌因为社会签牌跋筊的风气事件，迄当阵真侪人会来遮求名牌，佮加上朱罗青仔讲的故事，所以嘛正做学校乡土教育的题目。了解讲过去咱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呢，我即个。特别拜托的韩老师来甲阮甲囡仔讲故事，希望互囡仔呢有更无共款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做好耍。安怎故事？因为当听到这侪故事，足趣味的。遮嘛有足侪故事，咱遮的故事，拢爱互咱即个所在的囡仔，互咱即个学区的囡仔，每一个拢爱来了解。学校表示，透过社区的人脉，会用互囡仔咧学台语的时阵，为课本来甲生活环境做结合，互使用台语会当搁较生活化，嘛增加囡仔对在地文化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挂喙暗哦是防疫上基本的，验过喙暗到底挂偌久就爱换。英国有一间科技公司发明伫喙暗顶头搭一种会变色的标识哦，若是为感觉色来转成拿紫色，就表示这喙暗爱换咯。踩伫咧桌顶的这种粉的色素，会当互你知影喙暗是毋是爱换。这种色素的特性是接触到空气内面的二氧化碳，就会产生活化的作用。自本来浅浅的柑仔黄色变做最后的纳紫色，甲这种色素做做变色的标签搭伫咧喙暗，看伊色彩的变化，就知影喙暗是毋是应该换。
So we pack our labels under CO2. So once this pack is opened, that is the activation process. That's when the labels will start to change colour. And they'll start to change colour from yellow gradually to the blue colour over a set time period. 研发这种变色标签的英国科技公司，上早是将标签当伫咧成熟的冷冻食品，来确保食物的新鲜度。疫情发生了，就开始研究将标签放伫咧嘴沿顶。 I mean, we developed the labels for the food market, but we realised that there's a huge opportunity for these labels to be used across many industries. And really in the medical market, there's lots of instruments which need to be replaced after a certain time period. So these labels could be used to be used on these instruments to help people to replace them and make sure they are being used within their specified time period. 伫即马英国甲南非又搁发现新的变种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搁较紧。 喙癌的需求一直正悬。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纯正医学中心的建议，喙癌伫咧挂超过6点钟了就会换。虽然挂喙癌有帮助，不过也是要做好保持社交距离，才能保护家己甲别人平安度过疫情的危机。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 有一份上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讲野生的地鼠哦，嘛使像咱人饲的狗啊共款哦，会使甲咱交流。伫一个实验中哦，地鼠拍袂开，内底有装食食的壳啊，就用眼神希望有人来甲伊斗相共哦。这种的动作嘛，拍破咱人对野生动物的印象。 2019到2020年之间，澳洲发生近代上严重的野火，影响超过31只野生动物，包括袋鼠甲无尾熊被烧死，或者是多咱的画面，互人看到就心酸。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部12月16所发表的研究讲，野生的袋鼠也当甲人类交流，用眼神表达需求。 因此，11只野生袋鼠有10只伫咧无法度加装食物的鸭拍开时阵，目睭会伫咧鸭抑个人之间一直射来射去，敢若是希望人类会当家斗相共开会。 It was important to carry it out using a wild species, a truly wild species like kangaroos. And much to our surprise, they did show the gazing behaviour and the gaze alternations that ar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domestic animals. 一般大部分拢认为，只有狗、马或者是山羊这款人饲的动物，才能甲人类沟通。这项研究代表有更加侪动物会当体会安怎甲人类表达意思。 So it shows that this effect of trying to deliberately communicate with a human is not really restricted to the usual domestic species that we know. And it was fantastic to find that this actually occurs in kangaroos. 不过，这款研究的袋鼠并不是完全野生，在动物园内面被饲大只，而且了解人类，也是被归类伫咧也未驯化的动物。动物学家讲，伫另外一项研究，甲袋鼠换做野狼，因只敢来攻击残鸭，并无想要甲人类沟通。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 今仔透早是这波寒流上强的时阵，气象局嘛发布低温特报哦。全台湾上悬的台东县向阳派出所，伫透早嘛落真细粒、真油的冰甲，所以提醒大家今仔暗时温度嘛共款遮尔寒，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6度，上悬10度。 中部地区上低8度，上悬16度；南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20度；东部地区上低6度，上悬15度；外岛地区上低3度，上悬13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